立中国及認證嘅口語測驗題型，分做朗讀測驗、口語表達、華語、中文口語這三種題型。一開始，我們先來看口語測驗嘅朗讀測驗題型。套朗讀測驗這部分就分做韻文朗讀同散文朗讀。日晚，我們先來看韻文朗讀。按樣選來正確完成韻文朗讀測驗咯。第一，我先理解口語嘅漢字。第二，一隻字讀一個音。第三，讀四音唔好讀四語。比如講一題，先做條龍學花米，花米學順背就起，小款條龍溜條轉，溜條唔轉忘心機。然後要注意嘅地方就學不能讀成樣樣，因為係讀四音，唔係讀四個意思。款條龍要讀款，它沒有寫提條龍，所以不要念錯，要念款條龍。溜條轉，它不是寫很條轉。我們看到什麼漢字，就照着念出那個字的客語字音，不可以自己換成其他的字哦。